对牙齿有没有意思啊？有，没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拿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发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那上面发生什么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保金冠名播出。金ちゃん、私日本に帰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わ。さようなら。私も日本へ帰ります。じゃあ、今夜いっぱい付き合ってくれないか。そう。最後の乾杯ね。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记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赶紧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现场消息。今仔日是全国大学开学的日子，在台湾大学的部分，今麦当咧说明这个防疫工作，也过来传倒一寡代志。详细请经连线记者洪志莹来传来了解。志莹。好，各位观众，记得目前就位在台大这边哦。今天是很多大学的开学日，那各大学呢为了防疫，也其实都做了很多相关的措施。像是台大除了原本就有3个红外线的感测仪来量体温之外呢，还新购了6台的感测仪哦，会在各个地方来做体温的量测。那根据台大的最新规定哦，也指出说，其实像现在啊，早上8点到晚上5点的时候，像是餐厅啊，餐厅或者是体育馆这些人比较多的场所呢，是会必须要进行一个单向通道的管制，会有一个人来管制，然后也来做一些相关的就是量体温之类的动作。那像是一般院所，只是比照夜间宿舍这样子的刷卡情形。那像台大呢，台大、师大跟台科大这样子的台湾大学联盟哦，他们也呢为了调整，因为2周的这个课程延后呢，他们也把最后17、18周2周设成弹性周，让学生可以弹性运用，就是拼不要延后这个暑假。那现在台大这边就是所有的防疫都到位，要全面升级，就怕疫情在台大扩散。以上为你讲到最新情形，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好，多谢志莹。另外，这方面来关心，行政院院长苏贞昌下早视察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掌握到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相对的相关的议题，有上新的回应。我们这一次不但要防疫，而且要纾困，还要振兴。那相关的作业，我们汲取上次 SARS 的经验，我们也有很多新的做法，也有这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像夜市抵用券等。总之就是要纾困，而且要振兴，而且利益在怎么样刺激消费，让民众有感，让商家能够更有经济的动能，这些都是有相关详细的作业啊，都会跟各界报告。要多少钱呢？因为现在香港已经说他们一个人18岁以上3.9万台币，那我们到底要多少钱才能够刺激？台湾有台湾的情况，我国所做法常被其他国家的人民要求他们的政府应该要学习台湾经验、台湾模式，所以我们都会斟酌国内的情况，做最好的处理。院长想要请教一下，因为现在健保制度也被大家拿来检讨嘛，政府的时候说依亲探亲的非本国籍人其实都可以享用健保，那绿委说可能要修个法，院长怎么看？台湾的健保制度被世界各国一再的参考称赞，像奥巴马总统都直接点名台湾的健保
非常值得参考。那我们的健保绝对不能让它倒，要让它永久存续，对国民最好。所以怎么样永久存续，就是不能有不合理的负担，必须要让国人同胞都能受到公平对待。所以在永久存续、公平处理上，我们都照这个原则来走。现在口罩的部分限令要不要放宽？有立委提议说2周领6片左右，而且现在口罩产能增加了，我们什么时候会有一些下一步的动作？我非常感谢整个防疫团队的努力，国人同胞的谅解跟配合。我们从去年12月31号开始对抗武汉肺炎以来，争取到最宝贵的2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做法都是步步为营。那对于口罩方面，我们一方面就是增加产能，调整供需；一方面就是把口罩给最需要的人。这个做法随着产能越来越增加，已经从一开始一天100多万片，到现在可以一天到700多万片，未来可以增加到1000多万片。我们一方面在过去已经给最需要的第一线医护人员及特殊的工作人员和特殊的病患，同时给小朋友也增加。未来随着口罩产能的增加，我们也会随时来调整对国人同胞相关的配合各地各种需要，我们会调整相关可以实名制领取购买的片数。但无论如何，当全世界都在闹口罩荒，当全世界口罩贵得不得了的时候，台湾的口罩是最稳定，同时也是最便宜。非法移工的问题，感染的状况可能越来越加剧。那现在还是呼吁说，健康的人我们可以不用戴口罩。我们是遵照专家会议的结论，是我们健康的人不用戴口罩。但是随着疫情的变化，我们对于在长时间密闭空间、通风不良的地方，当然我们也看每一个具体的状况，有需要的时候还是戴上口罩。最重要的是，你如果有身体不健康的情况，就要在家不要拍拍照。另外有状况的人或者要出入病院或者不停的接触的人，那当然是应该要戴口罩。所以这一切我们还是尊重专家的提醒。另外，我对于卫福部长呼吁大家到医院尽量减少，没有必要没有病不必到医院，连陪病探病都应该要大为减少。另外也呼吁公职人员和民意代表，他们整天最辛苦跑摊，其实也是最危险的。如果能够带头配合整个防疫措施，如果能够不跑摊并不失礼，如卫福部长已经发表，我们也呼吁公职人员、民意代表可以在这一方面以身作则，那也是一种很好把防疫做到最好，也减少接触感染的机会。我相信在这个特殊防疫的期间，国人同胞不但会谅解这些公职人员、民意代表的困难，也呼吁他们停止这样做。同时，国人同胞也可以在生活作息上做一些调整和改变，让我们能够防疫，因为大家的努力减少破口，这样是最好。院长，日本的确诊人数逐渐升高了，那岸散三也是在日本感染的，那什么时候会来升级这个旅游警示？我们对于世界各国的疫情，我们都做最精确的掌握。疫情如果到达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随时向国人同胞做明白立即的报告，并提出因应的要求，包括旅游有没有要升级，什么时候升级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疫情报告每天都最透明、最快速，也最
没有隐瞒。那我们处理其他国家的疫情，我们也都是用最科学、最客观，同时也配合整个需要来决定。我们对于每一个国家的情况都有最正确的掌握，我们也都用最科学、最防疫的角度来保护国人同胞，来对国人宣布。所以什么时候对哪一个国家做哪一种宣布，都尊重我们疫情中心、我们专家会议所做的判断。院长，非法移工这件事情浮上台面，有要处理吗？移工在我们国家，我们都像国人同胞一样，对他们感谢，对他们有周到公平的照顾。那移工变成非法，那是不好。不过现在正是防疫疫情紧急的这个时候，我们国人同胞也都忙于防疫，我们的移民署、警察人员，甚至于医院，我们也对于相关的移工们的健康，我们都会非常的注意。但我们不是在这个时候在忙着防疫的这个时候，又去做其他方面，目前并没有这样子来做。但我们还是呼吁移工为我们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或者国民照护上做很多的贡献。那我们也会照顾在台湾为台湾努力奉献的移工们。我们也希望不要变成非法，非法就等于受不到照顾，这样对移工本身也不好我们会努力往这方面做，希望移工朋友对台湾这个最友善、最公平公道的国家有信心。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苏贞昌上新的说明。另外，这方面来关心防疫，头一线医护人员实在是真辛苦，因为团工台中荣总的护理师打电话给病院附近的排骨店要订便当，人拢无爱送。护理师一直甲便当店的人高请3请4请，讲会当伫咧门骹口等，店头同款无爱。护理师认为讲，互人看无目的，真委屈。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排骨店的总公司赶紧出来回释咧，讲无授权这个分店卖接病院的订单，嘛已经甲这间分店的店长调职处分。另外，搁再捐100万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代表正宗排骨饭向全台湾的医务人员说声抱歉。引起唔送便当的风波的正宗排骨总公司的代表出面向医护人员回释咧。该店长降为一般员工，并调离原单位。总公司搁一改发声明，因唔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停止病院的订单，会有这件代志，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荣总的护理师伫人面册写讲，今仔日听到急诊定的一间便当店用疫情当作理由唔送便当，这是因头一届因为家己的工课互人看无。护理师佮讲，斗相共订便当的阿姨一直甲拜托，嘛讲会伫外口摕便当，不过尾也是互人拒绝，就委屈的。可以接受他们的道歉。对，员工是有接受他们的道歉。正宗排骨出面回应回释咧，佮捐100万出来要予中央防疫中心，希望争议赶紧过去。同款感觉一无奈的医护人员，佮有更替医师魏志伟，伊伫人面册写讲，进前看诊的时阵，病人甲伊讲话拢唔敢向伊这边问伊原因，结果是惊慌话着。老实说，我那时候内心是有一点点错愕的。现在因为这个病毒，我们被排挤了。事实上，我们都付出了心力，在我们的专业上去救助这些病人。我们其实不是特别的勇敢。救人的医生真无奈，嘛承认讲看诊的时阵压力真大，唔是因比别人较勇敢，这是因的责任。对抗疫情的这段时间，希望民众会当互因更加侪鼓励甲同理心，无希望互人当作病毒来看待。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艰苦有试过，规台湾即马顶顶下下拢伫咧防疫真顶真。这段时间病院消毒工课嘛全面升级。有民众讲普文算讲伊新历2月25去花莲2间病院，这病院的医啊，登去才发觉讲伊拄买乌裤变做喷点一点一点，怀疑讲是病院的消毒水漂白水无适合清气，裤才会褪色。化学老师嘛特别解释讲，可能是因为漂白水浓度较悬，假使若是无适合清气，就会变做垃圾。好好一领乌色的裤，即马煞褪色，普文的人真无奈，因为这领裤伊才拄买无偌久尔，奈坐过病院的椅仔就变做这个款，怀疑病院消毒的漂白水无切落清气，互伊烦恼，若是伤害到皮肤，是要安怎才好？
发文的人讲，家己2月2号去过花莲两间病院，回去了后，就发现口出现褪色的情形，认为是椅顶有消毒水的关系。那如果在擦拭的过程它并没有非常完全的话，那它的浓度相对来说比较高。那民众长时间的坐在那里，衣服的纤维部分将会吸收这样子的漂白水，那因此呢会造成氧化反应，产生褪色的现象。化学老师嘛提醒，普通厝内用的消毒水，用水道水甲漂白水100比1的比例来投，就有消毒的效果。如果要做一般器物的喷洒或者是桌面的擦拭的话，也就是取大约10cc 的家用漂白水。那加水稀释到1000cc， 这样子就完成了大约是500 ppm 浓度的有效漂白水。虽网口褪色的民众真无奈，不过嘛会当谅解，武汉肺炎这么严重，病院防疫的工作全面升级，做好清洁的工作，互防疫会当更加严严。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继续拖，今麦传讲，伫咧屏东美和科技大学已经发公文，予全校的教职人员，讲若是有老师爱徛家隔离检疫，或者是爱家己健康管理14天，都爱家己付代课的费用来请老师。消息一传出来了后，引起到学校老师大家拢举双手反对，落尾学校嘛赶紧出面背话，讲请假代课照学校本来规定，新历2月29嘛已经公告，假使若是防疫有需要，学校的老师拢会当请公假。受到武汉肺炎的影响，今年休馆时间变较长，大部分的大学后礼拜就会开学。不过，即马伫屏东的美和科技大学，防治抗碳防疫要甲人偏。美和科技大学进前发函，予全校的教职员工，若是有发烧、加嗽、气管无爽快，或者是防来做是有感染风险的对象，包括隔离检疫、甲家己做健康管理14天的人，拢爱家己付代课钱。消息一日传出来，予大家真倒单。不过学校嘛赶紧出面来背会。那我们为了避免这些不必要的纷争，我们完全就是比照公立学校的老师的请假方式来办理。学校讲，因为即阵啊无因防疫，对教职员工的请假条例、甲代课的代志，拢是先按照本来规定来执行的。不过已经伫2月29发布新的公告啊，全部会按照公立学校的指示，会当请公假。其实老师们真的会受到影响的，就是说，如果说他的病假是超过14天，但是现在根据部里面的规定，就是说有关于防疫方面的病假，我们不列入年定的1年14天的病假再来处理嘛。武汉肺炎压未落来，民众的心内拢足惊吓。即马大学搁要开学啊，老师们若惊长时间踮伫无通风的所在，防话着的风险会较悬，该烦恼家己的权益算转去。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敢若互人挖到落罗病毒，结果煞互人讲是去挖到中国武汉肺炎。台北市市政府副发言人黄正英呼吁民众唔通乌白传假消息。台北市政府嘛针对着这款恶质的行为，会依法提告。做回来听黄正英上新的讲法。市长他这几天连假的这个3天过程中，有一些肚子不舒服的状况，那所以昨天下午先暂时取消他出席公开行程的活动。那今天早上一样是准时7点24分抵达市府，那7点半开完晨会，那8点半左右大概接续了是每日疫情汇报的部分。那他今天身体状况还好？今天他身体状况还好，那他也是有佩戴口罩，那在会议室的部分也有要求同仁也要戴上口罩，那以防这个传染。那市长他本人就是身体状况还好，只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肚子不舒服的状况。他是一般感冒还是真的是诺罗病毒？市长是他自己医生专业嘛，所以他自己研判他可能是诺罗病毒，那主要还是肚子的部分的。那有网络谣传说，就是柯文哲市长得了武汉肺炎这个部分。其实网络的假消息，其实从疫情开始之后就一直层出不穷，甚至有更进化的模式，会使用台北市政府的 logo 去做图片或者是新闻稿来做转传。那这样子的假消息，其实我们都一律严正的澄清。那市长他其实是肚子腹泻的部分，其实跟武汉肺炎是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个部分针对假消息，我们也会请北市府的这个警察局来做调查，然后也会提告。昨天副市长有说，民众如果居家隔离的话，连宠物也要隔离。那这个具体的隔离是说，就是2个是分开，还是说2个关在一起14天？
2个分，你说跟人类吗？对对对，人跟宠物是关在一起14天，还是说分开隔离？主要是说有一些居家检疫的对象，或者是他隔离的对象，他可能会在外面隔离，或者是他使用这个旅馆的部分。那如果是人的部分要自主隔离的话，那动保处这边会提供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那如果大家这个主人的部分想要把宠物送到动保处相关的地方的话，那一天的收费大概是200块，一天最高的上限是3000块。所以动保处这边有提供一个可以给宠物隔离的地方吗？是，他们有提供。那这个相关的可能要问动保处。我们可能问一下，就是市长他知道说他被传武汉肺炎，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的心情其实我们没有告知他这件事情。那因为他本人身体还没有到非常恢复的状况非常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以幕僚单位先来做提告的为处理。这天他的行程都会稍微减少一些。这几天的会议应该还是会继续照常，那行程的部分也是照走。如果他身体没有在特别的状况。另外，这个建筑师上新的现场消息，要来关心新竹市马偕儿童病院今仔日办开工典礼，刷来会变作是医学中心级数的囡仔病院，嘛是新竹甲苗栗地区无到18岁囡仔专门的动镜头病院。按算2022年4月进前就会当完工。总统蔡英文下早亲身来到现场参加动土的仪式，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现场上新的画面。但是他用尽办法。是年轻世代政治工作者的典范。一位好市长可以让一个想法成为目标，团结众人的力量，具体的落实。那么这间市长是3个孩子的爸爸，打造儿童医院出自于想照顾所有孩子的健康。那么近来为了防堵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市政府也跟新竹马偕医院等5大医院来合作，组成防疫作战联盟，确保市民的健康。我要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全国所有的医疗医护人员，为了防疫的工作所付出的辛劳跟牺牲。指挥中心会全力协助医疗院所做好防疫准备的工作。也希望民众给医护人员更大的支持，配合各项防疫的措施，一起来防堵疫情。再一次的肯定我们市府跟马偕团队的努力。新竹市是一座年轻又有活力的城市，未来新竹市的马偕儿童医院也将提供一条龙的妇幼医疗服务，相信一定可以来守护我们市民的健康。来祝福我们的工程如职如期的完工，谢谢大家。谢谢，也请我们总统留步在舞台上，即将为今天的感恩开工典礼进行合影哦。台湾真的很幸福。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其他的社会消息来关心，南投埔里台21线48公里半的所在发生一件车祸意外，因为一个查甫桥倒摆准备要倒外，好亲像因为天色较暗看不清楚，无注意到对向一只货车，货车阵啊当场挡袂离，阵啊甲伊弄落，货车本身嘛冰车，这个赛车的人掉伫咧车内。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林玉婷来带咱了解。玉婷。好的，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货车90度侧翻横躺在路上，整片挡风玻璃破裂一片，物品零件也散落一地，现场一片混乱。被撞的机车则是卡在一旁的护栏，车身上还有不少刮痕。警消人员获报后赶紧出动救护车前来，带你看段稍早画面。车上来一个，我会处理。事发在南投埔里台21线上，一名60多岁的男骑士骑车正准备要左转，疑似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没有看到对向一辆货车行驶过来，货车刹车不及，当场就撞了正着，还造成翻车，骑士摔倒在地，货车驾驶受伤，受困在车内。所幸警消人员花了一番功夫，终于将人给救了出来，送往医院急救，并没有生命危险。事后经过警方检测，双方没有酒驾。至于详细的事发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的调查厘清。好的，以上是为你掌握到的讯息，主播。
多谢玉婷，同款嘛是紧行无好步，第二线73公里一直到96公里这个所在，也就是小头新北和基隆这段路。顶个月也就是前2天2月29暗时8点钟，因为一只山石车沿路一直绕山石引起到对里后壁拢总有7个桥倒摆人，全啊倒车离残。详细情形继续连线记者王志雄来传来了解。志雄。好的，主播观众，从画面上呢可以看到一部机车倒地滑行，后头还因为强大的摩擦力拖着一道长长火花。这起意外呢就发生在2月29号的晚上，接近9点，台2线通往新北到基隆间的73公里到96公里处，一辆大型砂石车在晚上8点多经过这个路段，因为车斗没有锁紧，导致车上的砂石渗漏一整个路段，还造成了至少7名机车骑士因为砂石滑倒惨摔。赶快带您来听一段警方的最新回应。台2线滨海公路传出同时间有多辆机车自摔事故，警方获报后派出多名警力到场处理，同时厘清车祸事故原因，发现自台2线73公里至96公里多处路面有砂石掉落，研判应有大型砂石车沿路渗漏情形。司机表示因疏漏未将砂石车车斗上锁，导致所在砂石沿途渗漏。本案除针对砂石渗漏当场告发外，并依公共危险罪函送。好的，可以看到呢，清洁员是加紧清扫路上的碎石，那么一直到昨天1号才清除干净。那么肇事的砂石车驾驶呢，也是在事发当天的深夜被警方通知到案，最后呢是以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0条1项2款进行告发。幸好摔倒的汽车骑士送医后并没有大碍。那么也提醒用路人在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检查车上货物有没有绑定牢固，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那么以上是详细情况。多谢志雄。台北市中山区昨暗一个查甫人啉甲水茫茫，无代无志走去车路中央，伫咧大细声。警察接到报案了后，赶来到现场，伊还阁唔走，落尾还阁喊警察大细声，甲警察呛堵，叫警察都爱点点，袂输是乞车官庙讲。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张彤来传来了解。张彤。好的，直播各位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名男子呢是在计程车上呢和警方爆发口角，指控警方呢是没有设拦截点，凭什么来搜索他？不过其实这名男子他其实是喝醉了，之前呢就跑到路中央来大吵大闹，警方获报才会抵达现场哦。先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我能，你不要抓我手，我能在第2条斑马线内。你证件看得下，证件看得下就好，证件看得下就好，好不好？好。不要那么气嘛！不要那么气了。我跟你讲，我会申诉哦。我这样跟你说，不要再吵了。好的，就在昨天晚上7点多，在台北市中山区的长春路上呢，这一名男子呢先跟朋友是喝醉了，那2个人呢不上计程车，却反倒是在路中间呢走来走去，影响车辆的通行。那民众发现之后呢，是赶快立刻的来报案。那警方到场呢，男子一见到大批的警力呢，是赶快要上计程车来离开现场，不过是被警方拦了下来，要求要盘查身份。那男子当下呢就是不断的发酒疯，甚至还一直来呛瞎远警哦。那最后呢是被警方带回派出所，不过因为呢他是没有明显的对警方来做攻击，最后呢是警方把他带回派出所，等到他酒醒之后呢就让他离开了。以上就是现场的详细情形，是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多谢张彤，搁再来关心昨下晡1点钟，台北市信义区崇德街有人因为烧闪车伫咧冤家，其中一个查甫伊气甲一直大声骂，搁再闹因后生炸棍也冲出来，敢若要甲人拍款，对方已经赶紧走啊，爸仔囝2个人还搁伫咧后壁热。该在民众报案了后，警察随赶到位，嘛甲这对爸仔囝带转去派出所。2个阿伯徛伫巷仔口冤家正边的细只的阿伯一直喊讲要叫警察来，经过民众互冤家声音，惊着叫是因要拍起来啊，赶紧摕手机来录影。细只的阿伯愈讲愈大声，雄雄一个查甫人也棍仔走过来，对准另外一个细的阿伯，准备要甲讲落，民众才赶紧报案，警方赶来一个问，才知影原来是发生行车纠纷。警察过来，他们就走掉了。然后另外那一部有回来了，跟警察讲一讲就走掉了。
代志发生在台北市中德街双方会车厢拢唔退让，其中一个细只的阿伯打电话给因后生，讲对方真歹，后生想都无想，举一支棍仔走出来，要甲对方讲，爸仔囝两个人对姓黄的阿伯大细声，姓黄的阿伯尾啊，干还当赶紧走。好佳在有好心的民众报案，警方赶来就随甲双方拢带转去派出所，爱因好好反省。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北市天母一个姓陈的查甫，长时间无头路，弄榴莲欠收费，真啊想空想芳，摕一支称型的赖达走入去大卖场，叫店员都要甲钱交出来。店员唔听伊的话，佫互伊拍吊伤。落尾伊摕到5000块了后，做伊走。警察抓到伊，法官讲伊进前一天就伫咧附近看地形，计划要来抢。巷仔内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伊伫日时安尼挂喙嗡，佮穿即落连帽衫，甲头甲惹着。看伊徛伫电话条的边啊，佮挑工伫闪避即个监视器。伊一个安那咧进即个卖场，一个啊佮四界探头探脑。原来伊是顺便要来抢隔壁即间连锁卖场。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他怪？早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站在前面嘛，那个人怎么又来了？然后他前天就有在这边走，因为前一天就一个人这么热，不可能有帽 T 嘛，对不对？然后又把口罩这样。这名陈姓男子案发前鬼鬼祟祟躲在电线杆旁边，被民众注意到了之后，他竟然冲去了超商里面行抢，而工具还是他抽烟用的打火机。这个姓陈的查甫人，伊长期拢无头路，伫咧顶个月11中昼11点外，伊个摕这个手枪造型的耐达，走去因大的附近这个卖场去甲人抢。伊一个入去到店内，佮讲伊这么长咧欠钱，爱店员摕3500块出来。店员一个反抗，煞电倒去互伊拍掉。毋过看到这个枪造型的耐达，就是讲是真正枪，都毋敢佮抵抗啊。这个姓陈的查甫人5000块摕到手了后，就洗刷金的走转去因厝。就是尽量不要反抗，尽量不要，因为公司可能会怕我们。对，受到威胁。士林的警方伫咧无到24小时内，就挽过抢店来抓到这个无前科姓陈的查甫人，嘛甲伊照恐吓取财、甲伤害罪来移送法办。原来伊抢来5000块嘛，早就开了了啊！这落人大路唔行行冤领，好人唔做做歹囝，唔但有前科，还佫爱去互人关关啊！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场误会引起到起骹动手的冲突，也搁在闹火闹地。新北市板桥一个姓钟的查甫去酒器仔行店门要来办新门号，互店头误会讲，敢是共图的要来探行情。双方烧酒出来讲，结果讲袂好势，先伫咧冤家，落尾煞变做举刀仔相抬，双方拢敲电话，然后朋友来，将基尾煞变做是咧街仔路拼输赢。警察规个围起哩，半暝三更，民众伫咧街仔路相拍，现场的冲突是愈来愈热闹。就算讲警方已经来到现场，双方的火气嘛是还阁真大，警方直接甲因揉倒石，拢甲因饲伫咧涂骹。烦恼讲这阵人会趁机会走去，警方大声甲喊。这个受伤的两个查甫人，救护人员甲因送上救护车，要送去治疗。伫个228连假的上尾一天，初一翻正1点外，伫个新北市板桥的后埔街，一个姓张的查甫人，进前有去一个姓张的查甫人开的通信行，去遐办手机仔门号。不过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就是讲对方是同行的来咧谈，双方过来约好要谈判。伫咧谈判的过程，因为讲袂下，过来起口角，姓张的查甫人是刷过来举刀仔要共抬，因那这个陪姓张的查甫人做伙来的民众。嘛造成因的目睭甲巴肚有去刀啊划着，紧急甲送医，加在无生命的危险。了后，这个举刀啊攻击姓张的查甫人，嘛佫闹人来到现场，佫一摆来和这个姓张的查甫人发生严重的冲突。警方接到报案了后，赶紧来到现场，甲这个人拢做伙甲绑起来。快打警力到场强制压制逮捕，那也逮捕中嫌到案，将双方依刑法妨碍秩序、社会秩序违法移送法办。原本双方是有要讲和，不过却因为口角拆破面，甚至佫举刀仔要共抬，这声规个去互警方带转去警察局，甲移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现场消息要来关心，这是今仔日立法院调委选举结果已经出来，其中内政委员会竞争特别激烈，终基尾结果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拢摕到1席。详细情形，连线记者吴慧珊来带咱了解。慧珊。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先带你来关心立法院的最新情形哦。那可以了解到呢，今天就是召委选举的开票结果出炉日。那在这个内政委员会呢，是竞争相当的激烈。那最后结果是由民进党的管碧玲以及国民党的陈玉珍来拿下2席召委哦。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呢，带有相当关键1席的这个民众党的张其禄，所以选择呢是把票来投给民进党，让这个陈玉珍是相当的遗憾。先带来听听陈玉珍怎么说。我们看到这个结果，民众党事实上是投给民进党的，是，对。那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在野阵营啊，应该要团结一起来监督执政党啊，这个才是政党政治存在的意义啊。那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并没有投给国民党，不然我就不用抽签嘛。好，可以了解到呢，因为这个立院的召委哦，是每周可以排定议程的人哦，那因此呢，是2大党蓝绿2大党都积极的来争取这个。那因此呢，民进党呢是主张说要跟小党来合作，希望能抢下2席的召委。不过呢，在内政委员会这边，还是由这个蓝绿各自拿下1席。接下来呢，将由他们2位来轮流排定议程。以上这边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多谢惠山，同款嘛是咧立法院，这是台湾民众党新科立委高虹安，互人学了讲伊水阁大班，即马含办公室人面册小编嘛，互人看甲有耐力。高虹安伫人面册分享这段影片，结果有一个叫做海提小编出来和大家小借问，就算讲这个时间敢若几秒尔，同款的网友因目睭真金，随看会到。学了讲这个团队拢全是水姑娘啊，也有烟斗啊送。到网友发觉讲，原来这个小编就是过去代代13妹其中一个龚伟文。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礼拜默默报道的小编。民众党立委高虹安连假的时阵，伫人面册抛一段影片出来，不过引起大家注意的是边仔这个人。自我介绍，我就是小编水木，所以之后我们不定期的还是会抽考委员哦。那我们就下次见，拜拜。才出现短短几秒尔，就互网友引起讨论。有人讲这个编辑真水，甲立委的光彩唱气，学到这个团队人拢生得真水。嘛有网友发现这个美女就是代代13妹的龚伟文。大家好，我是水母，我是台大公共卫生今年毕业，然后也是台大13妹之一，我是龚伟文。伫2010年，捌用外号水母的身份上节目，展伊的好身材，互真侪人拢杀着伊。今马留来政治界，要甲新立委做伙合适。这个女生长得很漂亮，很有气质，但是当然也是看她的专业，所以就吸引她进来团队。办公室的那个男性的同仁们，其实士气都非常的高昂，然后就非常的早到晚退，大家都也自愿加班，所以觉得其实还有起到这样的作用。美女编辑王秀文未来会负责办公室对外的运作，卖伫网络顶的甲网友互动，虽望是伫做幕后的工课，不过却因为人生得真水，搁一届互媒体爆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我世界大代志，搁再来关心，这是武汉肺炎采检方式，若是更够有效，就用喺头一个时间甲病毒冻起来。中国就发生一寡案例，拢是核酸检验的方式，结果是顶打。即马各国正在研发上紧的快速试剂，希望伫咧上短时间内，就用检查出来到底是阴性或者是阳性。新加坡国家实验室检查方式，即马会当变做是其他国家一个参考的目标。新加坡的公卫系统让真心先因个架超1万盒的检测试剂送去中国防疫。This is the gold standard that's being used. What it does is it actually directly detects the presence of the pathogen. 目前新加坡是用人工定量试剂盒来检测新冠病毒的，利用鼻仔内甲喙的色素收一件本，再送去实验室。The sample is first mixed with reagents in a tube, then put into a machine that duplicates the genetic material. 中国有真侪患者本来核酸检测拢是阴性的，结果买手测出来是阳性的，有准无准关键唔是检测的方法，是牵涉到专业甲经验。When the sample gets to the lab, what is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lab that is able to deal with running tests, as well as the expertise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lab technicians that are running these tests?
自助收集干来当找个片啊，做一部分的收集，离戏搁差一段。若是找个片啊，拄啊好拢无病毒，或者是病毒的量收少，就有可能会出现假阴性。搁有根本咧送的时阵，病毒是毋是也搁活咧？加上为着保护检测的工作人员袂互坏掉，伫核酸检测进前对根本做高温杀菌的处理，拢是造成假阴性率真悬的重要的原因。未来检测的方法的改良是防疫的一个真重要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愈来愈热岛，即马咱嘛看到人含人拢莫坐伤过晚，才袂做伙去挖到新冠病毒。中国河南洛阳有一间餐厅，最近卡座位安排伫咧室外，即个汽车的停车格，规定讲一格敢若会当坐2个人，大家坐较松人咧，互三顿食外口的人嘛，通好食好安心，生理嘛袂去影响到。伫外口咧食物件，大家排规排，斟酌啊看，即个坐所在有画架啊。原来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避免讲坐伤晚会去消化掉，这个餐厅佮停车场佮改做食饭的所在。这边的话，每个板凳的话间隔1.5米的间距，因为大家这样喝完汤的时间也很短。减少了大家的沟通，喝完的话，大家立即就走了。河南人真爱啉烧汤，平常时啊，这个伊骨头啊，安尼路边一个菜，羊肉汤、牛肉汤配这个大饼和大面，安尼就当好好甲涮一顿，过会当哪食哪破豆开讲，这个食饭的心情是安尼真乐畅。现在还不到12点呢，排队的人都已经很多了。不过最近大家拢去互武汉肺炎的疫情惊到，就算讲要去餐厅来食物件，嘛希望讲莫甲别人伤过晚大，总是离愈远愈好，安尼才袂去坏掉。进门的话，我们会有登记，要测体温，保证到咱们汤馆喝汤的人健健康康的。为着要消费者会当上门食较安心呢，业者真用心，基本的防疫措施嘛做甲真点点，有登记基本资料，嘛会量体温，即马佫甲这个饭桌啊，甲刷去停车格顶悬，一个人一个位，安尼就免钱做伙，嘛免烦恼会去挖到新冠病毒。怎么看待？然后咱这个一人一这个味儿，这个还有现在防护意识做得很好。即马武汉肺炎的疫情当咧嗲，业者嘛对咧用心诚，停车格甲正做户外的餐厅，甲歹舆论变做好竹笋，生理共款做甲强滚。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来关心大家应该还可会记得新嘉年连假宜兰团艺园区办跋杯比赛，28连假这段时间办决赛，结果上尾是今年7岁小弟阿妹仔摕到冠军。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欢迎你的，愿意跟我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又廷会让雅芝与锦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汉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了，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原。大家问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伯，伯就是称呼老伯阿兄叫阿伯，若老伯大兄叫大伯。老伯嘛会当用来称呼较会或者是较顶辈的时段，像咱讲李长伯啊、土地公伯啊。另外文音读作伯或者是撇，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头一个大伯就是拄则讲到称呼老伯大兄，第2个词李长伯啊，就是称呼李长，讲李长伯啊。听起来较亲切，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桌顶一支刀啊，一粒桃啊，大伯举刀啊要切桃啊，李长伯啊叫伊唔通去切到刀啊。今仔日小解这一日伯，另外文音读作伯或者是撇，提供予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这是新嘉年连假宜兰团艺园区办跋杯比赛，拢总2组游客，其中2个游客是连续跋到10个上杯，另外2个人连续跋到9个上杯，正到8手。为了要来分头3名，4个参加比赛的人，伫咧28连假，搁再战一回合。上尾是一个今年7岁小弟阿妹仔摕到冠军。团艺中心伫咧28连假这几天，同款拢是人，
跋杯来求上杯，为望通甲大奖甲摸转去，姓陈查某囡仔子甲拼落去。哇！比赛开始，这个姓陈查某囡仔子伊甲这个杯盘甲捧起来，四刷搁甲拨落去。出两个上杯，杯头安尼顶，连续2杯上杯，这个查某囡仔子的势头真好，刷落去这个22岁单线是嘛来挑战，不过伊第一杯就出现笑杯，安尼输赢就随知影。恭喜你得到夏威夷7天5夜双人游。原来顶届春节假期的时阵，伫宜兰团结园区有举办跋杯比赛，有出现2个人拢是小连续11个上杯，还佫2个是9个连续上杯，迄当阵大家是拼平手。即摆要搁甲比一个，即4个参加比赛的人，伫228连续假期的时阵，伫遮搁来甲拼一个。上尾是即个顶届跋杯的时阵，喙齿落去，即个7岁姓陈查某囡仔子，声名有定义，以连续2杯摕到冠军。有没有这么开心？也若团结园区受到疫情的影响，旅行的团客是减要6000多人，不过这个线客影响无大。228连假的第一天，有真侪人来吃咯。台湾的防疫状况做得还不错嘛，所以那也是出来促进消费啊。觉得这里是也比较空旷的，就是空气流通的地方。店家讲，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生意有落要3成。不过连假的第一天，又有恢复较早遐尼加压。今天有比较好，连假大家还是都有走出户外。店家原本烦恼讲民众唔敢出门，想未到年假了后，第一个连续假期，民众要是有出来行行闹闹咧，通送人一个心情。记者综合报道。另外，这个画面可能看到到地，就无多感觉真伤人。这是一个饭店大头家昨暗6点钟，赛车经过新北市三甲和勤路和大德街时，这个12字路口，因为违规甲车驶去人行道，互人检举。警察接到报案，赶来到现场要甲开单，伊阵啊见笑登上去，国美警察歹听话。详细情形，请记者杜医生来传来了解。医生。好的，主播观众，画面中可以看到这名穿格纹衬衫男子被警方拦下进行开罚时，他竟然恼羞成怒，接着对员警辱骂不雅字眼，态度相当嚣张。眼看男子情绪激动，警方赶紧呼叫支援警力到场协助。仔细看，原来这名男子竟然是有饭店大亨称号的焦志国。来看一下当时画面。我叫你不要往。你再讲一次，我就办你妨碍公务。事发在1号晚上6点多，在新北市三峡学勤路与大德街口。当时焦志国违规将车辆开上人行道，遭民众检举。警方获报到场取缔开单时，他先和警方起口角纠纷，接着还脱口而出辱骂脏话。随后焦志国亲友到场关心时，其中一名女子疑似还出脚攻击员警，双方爆发肢体冲突。支援警力到场后，统统将这伙人带回警局，讯后也以妨害公务罪移送地检署侦办。以上就是为了掌握到的最新情形，先把时间交换给棚内主播。休困一个广告了后，食饭时间手路菜，换者心情来看到台北东门市仔附近一间开30多档的赤肉鸡店。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创作才子周星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欢迎你的，因为跟我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可以愿意相信我吗？又廷会让雅芝与锦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拿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又华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了，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人做代志，旁是一个帮咱相唱无是一条性命。只要你做3步1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4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妙语。欢
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食无同的手路料理。在台北东门市仔附近有一间已经开30外档的赤肉鸡店，店头专门用猪的后腿肉、个薄薄的鱼浆来做肉鸡，肉会当讲是真油，搁 Q 底底，汤肉的汤汁嘛拢袂去讨济，掺炒鱼、笋丝，还有香菇落去控，变做肉鸡的汤头，吃起来特别清甜。头家张富凯算的是第2代，因老爸30多年前因为做生意失败，阵啊带因某炸一领面照批。翁仔姐2个人上北发展卖肉鸡，拄开始生意真歹，含因看的慢慢研究，也有改良，总算找到做肉鸡要好食的秘诀。第2代嘛接咧做，希望爸母一手做的滋味会想继续传承落去。外带5套，很水要摕无？我很水哦。食饭时间都还未到，打前都已经亲像咧战争咧。6、7个人并头排开，有人负责煮面，有人负责吸汤，有的就爱随时来补充肉羹甲汤头。甲看单的头前，人客是安尼排甲叉，为着要来食一碗肉羹汤，排1-20分钟，这是真事常的。中午的时间慢的话，有可能20分钟啊，快的十几分钟啊，对，都要排队啊，排长龙啊。烧烫烫的肉鸡面，一个甲芳上倒，人客安尼卖卡咧等，真大喙，佮甲摔落去。甲看这个大网地的肉条，佮无啥浆粉，伊煮过了后，还佮真软溜。毋过步调佮真扣身，汤头嘛袂伤过高压，猪肉的甜气完全伫咧这个汤头内底，还佮有这个香菇含笋丝的自然清芳。在外面吃饭很少会吃到那么大的肉羹，然后咬起来很扎实，然后肉不会煮得很柴。因囝伫咧头前无用咧做生意，第1代头家张青山，就伫咧后壁的厨房无用咧洗肉条。人客食到的肉羹，拢是这个长工现买现生的。头家经迄落肉质较油的猪后腿肉，一工够爱生120斤。肉差不多10公分左右，也不能太大哦，吃起来口感就不好。小甲肉一个，肉条都爱四刷落顶甲炸一个，肉袂当半青色，嘛袂当烘到伤老，口感都爱炸甲嘟嘟啊好。这都爱用慢火，煮了后爱搁甲翕15分钟。等全部肉都捏好之后，我们再开大火，然后就开始让它煮熟加焖那样。焖的用意是？就是让它的肉里面的那个咸味稍微散出来，肉吃起来不会太过咸。对，然后上到汤头里，一克一克甲煮好的肉羹甲糊起来，这当阵随当去闻到迄落香香的香味。也若这落煮过肉羹的汤汁嘛袂当拍算哩，用这款的就免过来熬大骨汤，直接甲笋丝、香菇甲炒鱼甲下落去，上尾啊再搁小甲牵羹一个，安尼就会当来称做清甜有滋味的肉羹汤头。我接手之后呢，就是延续父母的口味啦，对。持续延续下去，这样尽量就是不要味道走掉啊，不一样这样。这碗肉鸡汤会当讲是有因爸仔囝迄落满的自信。张富凯讲，要互这碗朴实的好滋味肉羹，要伫个手头会当搁芳咧30年。记者综合报道。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创作才子周星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欢迎你的，可以跟我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又廷会让雅芝与锦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法务长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这承认他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了，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人做代志，
芳是一个梦，咱相唱无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四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金ちゃん、私日本に帰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わ。さようなら。私も日本へ帰ります。じゃあ今夜いっぱい付き合ってくれないか。そう。最後の乾杯ね。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台视《四月望雨》。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出来了！好看啊！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弟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但是生生世世。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答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想问我19年前半夜的那场车祸？那车主是谁？他手中的把柄就是8217这台车。我要证明给你看，不管是毕律师还是毕克维，都有独当一面处理事情的能力。靠那么近，干脆接吻算了。经过了啦。3月28日起，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巴。这就是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巴，我时常觉得，制药也许要的是一个结果，但制药的人有时却能在过程中找到更珍贵的东西。你找到了吗？女兵日记续集《女力报道》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欢迎那个你会跟我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佑廷会让雅芝与景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钱又快，死还便宜你。违法误斩，要告我们威胁考试。如果还有下一次，我就把文件。你能不能放下对陈佑汉的偏见？如果我放下，你愿意一直待在我身边吗？3月28日起，每周六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老人做代志，芳是一个梦，咱相唱无是一条生命。只要你做三步一天，这句话一定爱记。AM 8点到10点，请收看台视《四月望雨》。宇宙冒险，古道探秘，如果有什么地方冒昧到你们的，庙宇传奇，我奇怪哪会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刑案解密，最神秘未知的现象，新闻大解密带您一一解开。每周日晚间10点，
跟鲨鱼接吻。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金ちゃん、私日本に帰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わ。さようなら。私も日本へ帰ります。じゃあ今夜いっぱい付き合ってくれないか。そう。最後の乾杯ね。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台视《4月望雨》。哎呀，他出来了！你看我出来了，好看啊！古早人伫咧讲，查某人生囝生过加酒芳，生袂过四地帮。若是我会晓，无伫口我母甲小弟就袂死。有查某人的牺牲，才有生命的传承。但是生生世世，你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他？因为他可能知道我需要的答案，为了这个答案，我愿意冒任何风险。你想问我19年前半夜的那场车祸？那车主是谁？他手中的把柄就是8217这台车。我要证明给你看，不管是毕律师还是毕克维，都有独当一面处理事情的能力。靠那么近，干脆接吻算了。经过了啦。 3月28日起，每周6晚间10点，台视复活。感谢大成保险经纪人冠名赞助播出。我应该没有找错地方才对吧？啊，你就是今天要来的新人啊！我是阿发。这就需要研发的新药。阿兹海默症有一大堆资料分析，但却没有办法找到解答。阿发，我时常觉得制药。 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欣赏日本设计大师三田一生去年宣布近田树我接来做白主创意总监，结果今年巴黎服装周这头家的团员同款是来推杀三田一生特别的风格，来展现到伊的魅力。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欣赏，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一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本周精彩剧情。大家好，我是周兴哲。创作才子周兴哲会如何鼓励曼丽？是华音乐的，可以跟我合唱。勇敢追寻自己的歌唱梦想呢？雅芝表现一直不如预期。我可以帮雅芝安排免费的训练课程，你会愿意相信我吗？佑廷会让雅芝与锦荣签约培训吗？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女力报道。